結婚之後能夠做到呢5點呢，先至叫對自己個老婆攤晒牌。第一，領證之前一次性俾晒禮金，唔好玩嘢，唔好搞什麼分期，你就大大方方，而唔係喺結婚之前玩大方，背地裏邊呢打自己嘅小算盤，打到噼里啪啦響，慳得係慳，呃佢呃，一嘈交就攞話我當年攞咗幾多錢娶你㗎咁。第二，自己喺婚前買嗰啲屋呢，唔好輕易開口叫女方呢幫手還貸啊，或者係幫手出啲錢裝修啦咁。就算老婆一分錢都冇出，你都願意加埋佢個名落去。第三，除非老婆自願，否則呢唔會強求對方婚後同自己父母同住。第四，能夠接受相互公開財產信息，譬如講婚後自己有邊啲收入啊，收咗幾多啊，我名下有幾多張銀行卡啊，有幾多架車啊，有幾多套房啊，我冇任何嘅隱瞞，全部願意同女方共享呢啲信息。第五，最重要一點，如果老婆想同你簽婚前財產協議，你唔好攞住簽協議會傷感情呢種話嚟到搪塞對方。我知道好多男人咧唔願意簽呢樣嘢，唔係因為心裏邊有鬼，而係覺得喂，兩公婆過日子使唔使簽啲咁嘅合同啊？顯得太過生疏啦啩，反而破壞夫妻感情喎。呢個唔係算計，係釐清關係，各自婚前嘅嘢搞清搞楚，以後反而唔會因為呢啲嘢鬧矛盾。